大家好，扎斯特啦，而家已經係夜晚嘅12:45。咁喺深夜嘅時分，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菩薩嘅大悲咒啦。咁菩薩嘅大悲咒又稱為咩呢？又稱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真係要出下貓啦，因為比較長嗱。呢個咒咧係講咩咧？大悲咒係講咧係菩薩顯化出嚟個心咒啦，個力量好強嘅，個作用係咩咧？其實都係主要係幫我哋消業障嘅。咁好啦喎，何謂千手？何謂千眼咧？就講菩薩啦，就有好多個分身啦，去救度眾生，亦都有一個1000對眼咧，去觀照眾生嘅苦難嘅。咁所以咧，亦都叫做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渡人咒，就出現咗呢句説話啦。因為觀世音菩薩係以千眼照見、千耳遙聞、千手護持，隨時隨地咧就回應眾生嘅祈求嘅喎。咁亦都相傳就話啦，只要我哋喺一晚裏邊持誦5篇，就可以咧消除8千萬億嘅生死重罪。咁啊，我而家就揀一個深夜去試下持咒5篇，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嗰樣嘢，消除8千萬億嘅生死重罪嘅劫數啊，或者我哋嘅業障啦。亦都有人咧會將大悲咒呢個咒語啦，就種成一個我哋叫做大悲水啦咁樣等等嘅，咁都有呢個嘅功效嘅。所以等我開一開嗰個音樂先，因為通常咧我以前點樣學大悲咒咧，我都係先學唱後學讀嘅。因為基本上如果你話哇，你學咗讀先，其實我覺得都真係有少少難。咁所以我哋可以聽住啲旋律，記咗嗰個歌曲嗰個位置先，嗰啲字嘅位置先，然後啲先至能夠咧可以逐隻字咧讀出嚟嘅喎。咁多數咧我哋可能去啲佛啊寺廟啊，或者一啲可能買佛具嘅地方啊，都會聽到我以下播嘅版本嘅。咁我試下播一播先。呢個係唱誦版，好長啊！呢個前奏飛一飛先。可以跟住唱。南無哈來怛那多拉呀耶，南無阿利耶婆羅揭諦，娑婆拉耶菩提薩埵婆耶摩薩埵婆耶摩迦盧耶迦耶阿薩婆拉法嘿蘇達那達漢舍，南無悉皆利多伊蒙阿利婆羅揭諦娑婆拉尼陀婆，南無那拉千世室利摩槃多沙咩萨婆訶他多苏槃訶蘇利萨婆萨多那摩婆萨多那摩婆遮摩法提多丹斯他阿婆罗卢吉卢迦帝迦卢帝伊须尼摩菩提萨多萨婆摩来摩悉利多律居卢揭摩嘟噜发瑟耶提摩发瑟耶提哆来提利利瑟佛来耶扎来摩来摩地耶伊须斯来阿来瑟佛来舍利弗萨佛来舍耶佛来摩来佛噜舍利佛来萨来舍利苏噜菩提耶菩多耶利提利耶那来坚持地利斯尼那婆耶摩来萨婆诃斯陀耶萨婆诃摩斯陀耶萨婆诃斯陀耶萨婆拉耶萨婆诃那来坚持萨婆诃摩来罗来萨婆诃斯来僧阿摩揭耶萨婆诃萨婆摩诃斯陀耶萨婆诃坚持来阿斯陀耶萨婆诃波陀来斯耶萨婆诃那来坚持康迦来耶萨婆诃摩罗毗世界来耶萨婆诃南无哈来怛那多拉呀耶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娑婆拉耶萨婆诃安智犍多曼多拉班多耶萨婆诃。咁就完咗一篇大悲咒㗎啦。咁啱啱嗰個係唱誦版啦。其實我自己咧就而家已經係多數都係讀㗎啦，因為唱已經係我之前一開始要學嘅時候先至需要唱嘅啫嘛。
可以試一試我個讀誦版咧，俾大家聽一聽。準備1、2、3。諗啊，亨啊登啊，多嚟呀耶。諗啊，我哋普羅謝地，濕婆拉耶，菩提薩埵婆耶，摩薩埵婆耶，摩迦盧耶迦耶。濕婆拉法耶，蘇丹那達謝，南無世界念頭，伊摩奧利耶，普羅謝地，濕婆拉念頭婆，南無那那堅持，斯利摩噴多沙咩。濕婆他多蘇噴奧斯雲，濕婆薩多南無婆，薩多南無婆薩摩佛提多，但是他阿婆魯士，宇宙地、迦盧地、伊須利摩菩提薩多，濕婆摩拉摩拉摩須摩須念頭雲。諸路諸路，遮曼多羅多羅，法世耶地摩法世耶地多羅多羅地利利，濕婆拉耶查拉查拉摩摩佛摩拉摩地，伊須伊須斯拉斯拉阿拉薩，佛拉舍利法薩多薩，佛拉舍利佛魯佛魯摩拉，佛魯佛魯斯利沙拉沙拉斯利斯利，蘇魯蘇魯，菩提耶菩提耶，菩提耶菩提耶，利提利耶那那堅持斯利斯利拉，波耶摩拉薩婆，斯陀耶薩婆，摩拉斯陀耶薩婆，斯陀耶薩婆拉耶薩婆，那那堅持薩婆，摩拉羅拉薩婆，斯陀耶阿摩耶薩婆，薩婆摩拉摩羅斯陀耶薩婆，謝吉拉斯陀耶薩婆。波陀摩羯斯多耶薩婆，那那堅持噴遮拉耶薩婆，摩婆利真遮拉耶薩婆，南無哈那達難多拉耶耶南無利耶婆羅遮地，濕婆拉耶薩婆，恆時顛倒曼多拉曼多耶薩婆，完成，希望幫到大家，就頭立太陽，再見。